欢喜好新闻，5日节要到了，一间餐厅的大总铺烧酒到宜兰的庄卡东澳国小去办桌，有肉粽，有在地海产，让小朋友吃到满满的幸福。一透早，宜兰东澳国小出现真侪总铺师，大家拢准备手路菜，因是来自宜兰各地，天也未光就来准备。恁几点就来啊？5点半啦。这是一档一厝的送爱活动，这阵20个人的爱心义厨团队，每当自发性的照顾弱势囡仔，准备超级的豪华料理。大家嘛用泰雅的母语唱出感谢之歌。今年嘛有特别准备这非常大粒的粽，也有海产、糖醋鸡腿排，几道的好料的，让小朋友吃啊真欢喜。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么好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很幸福。营养午餐变成是超级海派办桌，为着要让偏乡原住民的小朋友会当感受到社会关怀，协会表示这款的活动会继续举办，期待会当让这份爱传遍台湾各个角落。